哥林多前书第5章，我确实有听到伫恁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款淫乱连教会外嘛无，因为有人甲伊的后母同居，安尼恁也有甚物通碰风？恁敢毋应该感觉伤心？甲做这款代志的人对恁中间开除。虽然我人甲恁3年，心却甲恁做伙。我已经奉主耶稣的名，甲做这款可恶的代志的人判罪啦。恁自责的时，我的心嘛甲恁做伙，通靠咱的主耶稣的大能力，将这个人交予撒旦毁灭伊的身躯，予伊的灵魂通伫咱的主的日得到救。恁安尼得夸口无应该，恁敢毋知？一束酵母为互归原的面册发起来，旧的酵就除互清气，恁才会成做新的面册。事实恁是无酵的册，咱搬过做的羊羔基督已经献做成礼，所以咱毋通用恶毒邪恶的旧酵母，就用纯全真实的无酵饼做祭面来守节。我前寄互恁的批，有警戒恁毋通甲淫乱的人来往。我毋是指即世间遐个淫乱、贪婪、诈欺、甲拜偶像的人。安尼若毋是离开即个世界，就袂当无甲遮个人来往。我当安尼写是讲，毋通甲遐个自称基督徒，却是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诽谤别人、酒醉，也是诈欺的人来往，连甲遮个人同桌食饭都毋通。批判教会外的人，毋是我的代志，上帝会甲因审判。恁敢毋是着批判教会内的人？圣经有记载，着对恁中间将邪恶的人开除。